恆域機場穿梭巴士路線 A 由恆域機場管理局委託馬修運輸及都巴營辦，循環來往機場1號客運大樓及機場2號客運大樓。歷史：2026年1月24日，配合恆域國際機場擴建部分啟用 ，A 戰投入服務。用車：恆域機場穿梭巴士之所有用車均為禪層巴士，全數車輛目前由都巴及馬運提供。按照交通局規定，所有用車均須塗上恆域機場穿梭巴士的統一塗裝。在實際運作時，B1、B2及鐵戰只使用都巴車輛，涉戰只使用馬運車輛，其餘路線則共用兩公司之車輛。現時此路線 B1、B2、C、D 及 N 號線合共獲派35輛禪層巴士行走，居型分布如下：10輛都巴富豪 V8RLEA 18米掛接巴士 VBA。5輛都巴青年 JNP6182GR 18米掛接巴士 YMA， 10輛馬運 ADL Enviro 200mmc 10.7米 1110至1119， 10輛馬運比亞迪 B12A 12.1米 2700至2709。